本公司长期招聘男公关，日薪1000元以上。哇哦！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人。你为何笑得如此奸诈？你知道你长得很美吗？啊，走，跟姐回家，姐给你好好捯饬捯饬。哎呦，陈姐呀，总算来了，好久了啊，是吗？哎呀，陈姐，您瞧瞧，他们可都想死您了，就盼着您来呢。来，坐。来，都坐。啊，好，陈姐。哎呦，小朋友啊，当然想了，姐姐呀。哎，陈姐，你个小调皮。老规矩，见面礼1人1万。好，谢谢陈姐，陈姐最好了，还是那么乖。陈姐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做大生意，好养你们呢。哎呀，陈姐就是大方。哎，拿着，陈姐啊。哦，谢谢啊。拿着。哎呀，客气什么呀？谢谢陈姐。好，玩去吧。好，陈姐再见。好，玩去吧。去吧。哎呦，这帮小弟弟啊，就盼着您来。最近挺好的。有新来的吗？哎呦，陈姐，你来的真是时候，就正好有个新来。你身上有一种气质，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有何不同？说什么来着？就是没见过你这种类型的。这小刘可以呀，这店里边居然有你这样的人物，真可谓是镇店之宝了。姐姐今儿高兴，陪姐姐聊一会儿。好，我知道。这是30万。我不收，我不是。你是嫌这30万少？啊，我明白。这是50万。我真的并非他们那个样子，我真的不会收。你是厨？这的弟弟们都争着抢着陪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快点拿着呀，姐，好好开导你。我不要，真不要。你瞧，你多幸运啊，赚着大笔的钱，还享受美人，他们呀都羡慕你的命运呢。来呀！我要！你走！芳芳，你居然把朕卖到青楼！哼，朕要杀了你！